好，接下来呢，继续听玉美老师强样来，强样来做运动。你做嘛运动呢？心情唔好嘅，做得用慢动作，唔做得用快动作。然后玉美老师呢，教大家怎样嘅扭腰摆臀，哈，把烦恼甩掉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了，人家放起来。玉美老师教大家，呢什麼人咩哈，愛講咩，愛身材好，好，各位心情唔好嘅，做做講嘅啦，哈，跳跳舞啦，哈，好。通野味啦，好，你就让自己心情快乐起来，快乐起来，让每个细胞都开心起来。好，玉美老师要搞太噶，玉美老师懂气氛的哈，扭腰摆臀野味通照，好，其后来你看等哈，你讲都市太太咩唔怕啊，野味同厝咩冇相干啊，不过轻松了呢，人家野味也吞，都市也吞，好，你先练，都市收进去，好。不用松，好，看到呢，收放，收放，收放，好，安尼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冇？你说。人家没有维度啊，有大富婆啊，哈，你总会有运动的话，你维持两个运动的习惯，好，你就会简单的动作，简单做，简单的动作重复做，好，你就会每天很开心。好，玉美老師個呼吸下，肚臍下部有個小腹有嘛哈，吸一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先好养成习惯，腹部哈，脊椎侧嘞，好，你个腹部给按摩，好内脏那些鬼大腹婆啦、维度啦，就会慢慢的脂肪就会燃烧，好，听些动作呢，那也会按呢挤，好，脚左脚尖踮起来，好，那你没有发现吗？按呢一片。好，过一片，有冇？肚子收，胸挺，背扣，也会安尼举起来，好吗？换边，有冇？换边，安尼，好，要安尼动作，右脚踮脚尖。玉美老师教的哈，这些大家老少之做的做，总会好，老娘要师傅。提起来有冇？屁股抬，放，抬，放，有冇？1、2、3、4，有冇？踮腳一個腳掌哈，左腳的施力哈，好，右腳點到前面，有冇？你看，安尼，放下來，安尼，也會擠壓，好，放下來。好，抬起來，放下來，又簡單咩？好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有冇？好，要動手呢，好，回復，好，用一片沒空用啊，哈，一個動作哈，等下玉美老師練起來去哈，你就會知道講，哦，你看安尼，好安尼。你有個基本功先練好來，你是走，跳，跳，好，你總可以是去做先基本功，好，像剛玉美老師講的，踢肚子前收放，好，聽好，人家彎腳了，你看左腳到前面，右腳看到了哈，你可以手叉腰，沒事可以口數，不用強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有冇？好，玉美老師都讓你說明一下，腳尖踮哈，重心不用右偏，胸挺起來，提上來，個野位呀抬起來，收一片，擠，有冇？肚子收，好放，收。放，
收收收，放，有冇？重复做呢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很酸哦，也会没动神，好，肚子没动神。你吃到动神液哈，这表示有燃烧你的脂肪，你心情就较好啊，哈啊做好嘢呢，也会做好嘢，你就用行路的方式哈，踮左脚踮哈踩放，有冇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从左边行到右边，右边行到左边，看改到哦，你看也是，嘿，你就会快乐的舞蹈，你就心情很动不住的啊，就动啊，很烦哦，你就扭一下，变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因为安尼之后，也会动手呢，又有运动到诶，好心情又动好，好安尼只规个这个下半肢、腰腹全部做到诶，好，因为老师哥重复一只动作，因为一只动作动舒服又动，做起来效果又动好，好，因为老师从头个讲解到哦，第一肚子揪一下，不用踢，揪一下，不用踢，揪一下。不用睇，因为你就说30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第一个好，让人的腹部整个马甲线就放起来哈，起到张张，也是第一个。第二呢，哈，人家扭起来，不用睇，也会抬放，抬放。好，同样是到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完片咯，同样好，抬起来。因为老师动气氛做要在通常啊，这个好，不管是有喊做安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不用强手，好，人家基本功，好，前面两个基本功做好些呢，好，人家就行路了哈，行到右边，行到左边，左边行到右边，好，你从起到呀哈，你要行过来些，踮左脚踮放，右边踮放，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你做你伸几多哎，好，个反方向了哈，反方向，好，踩这边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这松啊，那也会哈很严肃的发动冲腰哈，好，做好些呢。好，那用叶尾下8下面一个叶呢，好，过来2个叶呢，过来，好，你就起蹬哈，起蹬要从前面，身体唔好同左边，前面后背有冇？1隻8，2隻8，3隻8，4隻8，有冇？5、6、7、那行的嘢，那你做出来人心情就较好，因为安尼叶尾咪系扭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下半边反方向啊，你家由后背到前面，然后由前面到后背，好，人家系安尼咩？安尼，有冇？左推右前，哈，左前右后，右前左后，有冇？
安尼下拜，迄美杂巴斯。好，乡亲朋友看到吗？你说起点呢哈，你说起点呢也会安尼扭，好安尼挺同啊。好，个反方向啊，下巴斯安尼下，你就都转来，好，也还做安尼下，右片、左片、右片、左片，没走的航路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过来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当鬼核心的力量，当舒服，做完去啊，松松啊，松松啊，你就知道啊，鬼神呢，野外都市全部松松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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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慢慢的不用放松，乡亲朋友有同意的老师跟他跳起来嘛，松松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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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好，今日呢，运动制作多呀，玉美老师跳得懂快乐，懂心情，懂很开心呐。好，有健康的身体真好。好，你除了存银行的钱以外，要记得哈，储蓄你的健康，投资你的健康。好，今日运动制作了，乡亲朋友要记得做哦，扭腰摆臀，安子噻。